熱帶風暴杜蘇芮來勢洶洶，逐漸逼近本港，而且幾乎正面吹襲，預計最快星期四闖入本港800公里警戒範圍，令到香港隨時受打風威脅。一道高壓脊會喺未來嘅一兩日為華南沿岸帶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熱嘅天氣嘅。咁我哋預計喺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香港嘅天氣都係天晴酷熱，咁日間嘅最高氣溫有機會上升至約33度左右嘅。另一方面，菲律賓以東海域嘅熱帶風暴杜蘇芮呢，就會喺未來嘅一兩日橫過呂宋海峽一帶，咁亦都預計佢會喺今個禮拜嘅後期逐漸移近華南沿岸地區嘅。咁所以根據現時嘅預測路徑，同杜蘇芮相關嘅雲帶同埋雨帶呢，就可能會喺週末期間影響沿岸地區啦。根據最新嘅預測呢，喺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香港都有機會受到呢啲狂風驟雨嘅影響。天文台又話會密切留意杜蘇芮嘅走勢，再視乎情況決定係咪掛風球。又表示市民如果參與慶祝回歸活動或者七一遊行，就記得要帶備雨具。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